好多人呢覺得濕離自己好遠，其實你經常捱夜，中意食啲油膩嘢、煎炸嘢，中意飲啲冷嘢，仲要長時間坐喺度又唔去運動，尤其成日坐喺一個空調環境下邊，加上工作壓力又大，老細成日日餓夜餓你，就會加重你嘅濕。講到去濕呢，中意飲茶煲湯嗰啲廣東人對五子毛桃、薏米、茯苓呢啲食材一定好熟悉。五子毛桃、茯苓、薏米茶，你冇睇過細細一袋啊？佢唔係普通嗰啲茶包嚟嚇，佢一包裏邊呢有薏米、荷葉、苦蕎、茯苓、赤小豆、桔皮，冇任何添加劑，保留原料自身嘅味道。茶色清涼，散發出自然嘅清香。一盒16個8，買3盒就更加抵，3盒29.9，有成60袋，飲你2個月啊！每日一包，從內到外烘乾自己，皮膚透亮，肚腩仔會變薄。